你哋有冇試過突然忍唔住乞嗤一聲呢？原來打乞嗤係你身體嘅自動保護機制嚟㗎。當我哋鼻哥入邊有啲唔應該出現嘅嘢，例如係灰塵、細菌，甚至乎係胡椒粉，個鼻就會覺得痕痕地。呢個時候，大腦就會發出一個信號，要清潔啦。跟住你就會吸一大啖氣，然後乞嗤一聲，就可以將嗰啲入侵者一次過噴出嚟。打乞嗤可以幫我哋清潔鼻道，保護身體唔俾啲細菌入侵。不過打乞嗤嘅時候，記得遮住口鼻，唔好嚇親人之餘，仲可以避免傳播細菌。